本身諗住嚟體驗神手暖宮，點知連跟我好耐嘅富貴包麻痹手都 KO 埋，試完一次即刻有 feel， 手腳輕鬆咗，腸胃舒服翻，個身仲輕埋。同朋友食飯仲要問我點受，呢個女性必有咁嘅護宮大法，你一定要知道同埋試。由20年以上經驗嘅師傅出手，針對女性個人體質，透過專業神手按壓穴位，疏通脾胃下腹，堵塞嘅中焦經絡，排出體內毒素，加速血液循環，激活攻巢代謝，自然消肚瘦身，再用古法收翻個靚尾，唔係暖住個肚咁簡單噶。呢個秘製草本包暖攻巢之餘，仲驅寒祛濕防肚風，而熱敷古法草本嚟灸就有助活血化瘀，改善血氣不良。擔心草本敏感唔緊要，可以揀做暖宮肌，先改善腹部循環，再用神手按壓保養攻巢一樣正。如果好似我咁有特定位置嘅酸痛臂，可以加選做埋身體經絡疏通，精準到位嘅刮痧手法，鬆解深層掹緊嘅筋膜肌肉。呢間隱世小店雖然冇華麗嘅裝修，不過有神之手嘅技術，真心超值，任何女性都啱做，所以幫大家爭取咗個試做優惠，只要截圖呢條片，然後預約 DM 就可以用優惠價試做神之手暖宮。各位姊妹們真係好推薦你哋要嚟試啊！